嗱，問下大家咁多 Apple 嘢，最容易冇電又成日唔記得叉嘅係乜嘢呢？就係咧 Apple Watch 啦，次次攞到出街咧都見到呢個畫面。不過咧以後都唔使擔心啦。有咗 Pro Mini 10nW Plus 磁吸3合1 10,000mAh 嘅無線快速充電池咧，就可以解決晒所有問題啦。雙面嘅設計用到 MagSafe 充電又得，反轉背吸住個手機，用 USB 線快充又得，加埋新合金嘅支架，打直打橫充住電煲劇打機咧都冇問題啊！嗱，最正咧就可以充埋 Apple Watch 啦，唔使再帶住個黑屏 Watch 全日，有得睇冇得用，真係眼都冤啊！同時支援到咧無線充電功能，連 AirPods 都唔放過，最大輸出咧仲有成22.5W，三件 Apple 嘢一齊充咧都頂得住。如果 MacBook 想充電又點樣呢？咁我咧就要講埋 Pro Mini 20PS 101W 20,000mAh 快速充電池啦。機身只有19.5嘅 mm 嘅啫，有埋 display 實時顯示咗電量、充電模式、電流、電壓、充電狀態咧就一目了然，提供到 PD 100W 嘅強大電量輸出。今雲 Pro Mini 咧仲唔係由內之外，即係由外至內都照顧到晒咧。